我对这边老远的吧，老远这边，就不看的不着。老我们都包了这些吧。我到哪个厂啊？说到哪个啊？我不看这么点，看完哪几个？我当我去。哎，让我家。你要我去电大了啊？你看大家见你，我老子一老他的，老啥对呀，你看你，表家就的，表家的，那么古典就。跑那个打电话给了。这我就白家去了，不家的把跑我家，嘛，就是我打开所在店嘛做的路，跑来开就路说成呢，我刚才带起来的靠给我都去买去吧。我爸没有买，有那个对。我给大家讲，咋的啦？我们，这包，那就，包对这边说的高拉比上面，这边俺这里，这怕就俺没拉去。这国家老板对这边。干啦哪位去啊？今天干啦哪位？个也要来贵了。你看他们这嘛，咖啡店淘汰了。OK， 你们没有打回来，俺那我嘛几家个电话。这里好跑起来看我包家去了，天。就前面这高比干嘛的？我没家位。跑起来看我包家去没？不对，还谈得来个路呗。是要叫他们帮忙的，现在帮一个是给他们。不为了个的，个不为了了，个不为了的不为的，哎呀，边那边错大嘛哎，个不为了，我错大嘛，不也没了，可以嘛不烂喏，我错大嘛就这样嘛不烂喏。哦，也不那边包卡去，我会拉帮拉里边我会去。OK。马路，没有，马路马拉卡，开出廊嘛。没有。我现在开这地方。哦耶。加这了，加这一，这不几点的白，好不好要哎？啊？我这叫有一了。啊？哎，几下子了啦？先看打几张嘛，小套。我讲，他什么的？提包现在过了没好长没家。还是在，可以买把少。
hả hả oh yeah what the heck hả đây số vào số thì bỏ chút bỏ kia mà để cho bỏ được chứ mà nó tiết kiệm bao nhiêu chứ không ai vào đâu mà nó có tát hết từ giờ số này mình chỉ dây luôn nó có tát thì có cái kia mong thì kia ra không chạy được chú là chỉ mà tất cả nó từ lúc còn nhớ cho từ lúc họ tát lại cháu là chỉ chơi số chơi nó không tiền nó biết chơi nó tiền mua gì nó có bị hỏng ngắt cho là ngang ngon chưa cái này mà có thay vai gì nó xài gì cả nằm ngang à số chơi nó không tiền luôn hú là chỉ chơi mua mà sao có bị ngắt cho là ngang ngon thế rồi đây là chuyện nào cặp nhau là cái số này cắt mà hải có vào mà giờ trong gì có gì mà cổng đi lẹ nó chỉ có dây đâu chắc khai thác chi thì nhiều tiền thì cái sai đó lo có tu nào mà chưa học cái này mẹ nó bút theo lên mà ya rồi bây giờ học bao số gì mà mấy số chơi khó số chơi ya yêu mà mới sao nó ta cũng không có cho là cái gì đó là không sao bây giờ ông lại cái gì hầu và chú khi mà ở đây về gì mà cái bao lâu nãy thì không được bỏ bao lâu rồi bỏ cái gì mà sao mà chứ nó sẽ về gì khó lo là phù hợp với là phù như có mong mong như phù là bà tao rồi điều không mà có thể đi 80 tuổi hay đi qua chứ thế còn đi mà thì cho thì là chỉ mắc ở ta giờ thì mà thì thấy đi số phù thì phù số chơi thế cái chơi ông chơi ngang chơi có chơi số chơi thì chơi thì có chơi đến đâu mà chỉ bà考虑出来考虑地方了没？那你们我做事了，你那个都可以去，我叫高路啊，就好些点就要，可得高了喏，喏，
过来弄回去，过来弄回来，你看高速推进去没死起来，我结果丢了，忙就跑，那就我屋他干有丢，阿拉得去再跑着哈，那要干的做还得要，你看高速回来推呀，实在的嘛，实在的搞不了。没干我们上面，我叫你出来，我说我铺白我，说的白，对接下来，等我对接过来，我们就说了个对象。有点对跑少了，这我们这样念吧，要不你出来，然后这个不对了，那可不啦，靠地靠他嘛，这个。猫子，过去了。那个买了一个。我可以。主要是有个人，那么要家的，他不行了，俺们有房子了，不行了，人家呢，就是嘛打起来了，是吧？没打起来。你不早点嘛，上了块嘛吧？你多少家比他们好什么？我这万明白了，他们也都还有这个吧？这样就没，我没。这样我这个包就没，现在是不等你们。那干嘛对的？那他的嘛对的干。这个干不对，干就干嘛的不对啊？那你多这个位，那你交对嘛，这样打过来。打嘛没得嘛。那个到再说话嘞。我没包邮了。也不带人去了，不在位。你没搞大了，你要到包带了下去，怎么样嘛？这样嘛好说的嘞。俺到我再说下。俺到包了，刚才，你说话包了，什么呢？哎呀。这个好，没点味。你买多少钱？几个哩？买的几张啊？太乱了。什么哈？我们开热啊。你多少了嘛？你说这多少嘛？我说这多少买多少年啊？我们这做弄这来。你讲到对，买路。我看了。买多少么了？买多少带来咯？这样这样。这个，这干嘛么了？你过来就这个，就不让你，这你们这个。俺们什么？上回要弄了，他都是那嘛的，老这么放的。
家下来，不便宜不赚还是要毛，家下来就是，那毛包人啊就不拉小，这有几呢？这个家，别开给我住了，这是溜了，你下了，先别下了，好嘞。我们吃饱这样，呀，发钱个这看好看子，得搞一下，起码点饱了就肯定吃。从那这一嘛，尽量帮我顾一下，而且还怕这准备地酱，然后我嘞，这带妈妈查个老团，大家都怕这，我这个肯定好自己都见嘛这，可等你干家长们家长就讲我啥。哦，家家被侬对啊，没跑，没错。可得只狗，只是只狗就讲我们，只是去的家家去了，我就，只是个把这位的地方，我可能把的就是那，这边老多，跟我这样，从老庄那边那路给的他路，高头叫个老庄呐，这个他。这个毛红路就来去了，没钱的了，白丢嘛包哈，啊不，这个对着哪家维护可在炒的烧菜呀？我做了不起嘛，不得给人家，那天吹对吹，得给人家上啊个拉路。你我不煮还是不，起码这个为了家还是除了保险，现在个为咩？我得过来一发煮个大熊，我记大家了，从那就点哪能跑？你别记得包的很勇敢的。我那个起来要先包的高一点包来，从开到了打来红色的，他就大家的多点呀。我看我这样下来。你没搞天没去，没搞天没。没错，我就不开嘛，你来全对所有路，就不会别我还不叫我呀嘛，我这还不接，现在几现在就说这农外打掉，打下来压来，是这边搞打的就，搞这个嘛呀。呀，这样多条哈！哎呀，这个你多多一个。这时候那空气刚刚在呢。
家买的包嘞，家买跑，明白？一个家脚家来，一个一个是吧？我做个经理，啊，我个经理经理啊。要不扣的包，我感觉你什么要回家的？我们老板长了啥？哦，好，这样干嘛好呀？那个我买的。他不赚嘛，主要他这个不赚。大概是这样。我发包对他啥不对的，发啥来安啥来，要不发安来安，为发两来不安就对，没得，带我弄到带不给，弄到带，是吧？我看，不见了味道，我不会我，我在木门那里。说这开始就开始俺弄了上地了，我还没那摸起来。前两年没拿起的装，我的空间的之前呀，的前两年来没拿去，给上弄了上地了，还是那些。靠到地上了，地下不到，地下这啥？这个地了，这大一点。摸的快，这宝猫人有吗？像淘宝里，这把之前嘛，可能这才和大哥讲呀，我可以淘宝上才专门弄广告的。这几年了，这批上海不搞样的，咱们经常经常搞大学3个班，你看看，就是这个后天呀，我最保他把班俺们干上了，我们看到保险了。他干一个在，看他们干个保险的之类的。
爬着头发快快，快给他，这个就啊，就，can't scare Mister， 哇，这爬着头，有嘞，大家快点跑这个。 实在就要过去给了，没有，那实在在这个就给了，对不对？我要了解，我这什么钱？因为他给我是的，然后是他到了，比方讲。 好，水了这，我们还录好的，你，老鼠。 过来，一会儿我家伙都是弄坏，我一帮我家，我把我这里，我说的把这个然后家的，一种，那你今天你跑几对了啊？我把了，听我说是他妈妈的，他基本上过来下回去要，过多了。我有点挂，我也变了，我这边，他放下来。 这他不下。摸去到以前摸着往那水了，跑我那找。我啊，今晚摸去几个上面，这点你讲以前，而且啊，我打我那个去个咯，我摘我那床，估计那朝去哦，啊，这个啥，可是你其他家乡是家乡的，就俺家的，啊路那边还有跑家，别人没有。 有的进来场，只要2小时了，我什么这个稍微站稳，我就没黑了这，这光那进弄找他们，我光进弄找了就，就给那家就没跑家，我的这个我个油啊。
我喜欢去的近，去的近有什么新闻？这个么家里发展的，要是我的钱我得了。我刚开始做那么些，我认为要跑，这比这么时间，这比这么时间那了，我也是搞的。OK， 我今晚学了炒蛋还是么？现在就搞北米了了，然后季节就要他自己家去拿，我们店里啊比较，为了老些鱼，我路钓打到了那边，我路钓打到那边，我那个地方啊，个单路里，你也搞包的全是大鱼，我那个跑，你妈我老可为你掏了800下，给我煮的把。小海包还，呀，本地还有嘞，现在搞都这么我们家这么。我们今年微博都改没都改，你拉路嘛，对。这样嘛。哦，刚才把说过的说嘞。我们今年你点。我们点怎么样？我们今年的了。小弟冇点了，你冇。买咖啡。我就来知道下个的，行。我跟他说过呗。因为俺去，去的是搞，给他们就去的是那个嘛，给他们买了搁那里。我们家地方跑不来，我个老还没中。去钓个钓，我们钓不嘛。没事了了，说看我的吧。我们要加上美味咯。我们要加上这么。今天得看张家黑老贵嘛拿去喽，没得。我那么长，你啥张我让侬去找我，俺啥叫，侬啥叫，把啥叫，阿婆叫，阿个爹叫，阿婆爹叫。俺啥不地家叫，俺去姑叫，我这个来做做哟，俺不得叫，就看拿出来这个家就没，到马牌没得了，我来这到马牌就没得了这，我猜猜，没得得开背得开后怕，我是保家的，保住得开背啊。买着啥的，没得了，在那里。暑假嘛背，把主要的我开背嘛，要我的家了，我去我们家了。这样嘛，我去干嘛？这多是开这个嘛，去我妈买的了。我去买没酒，没酒。买咗點啊？先我揸咗咧，佢哋揸咗呢個點揸？得到啊。啊，計收佢嘅咪拖嚟嘅，入到我係放古大家嘅嘛，咪就係咧。拖嚟啊，好嘞。我这路我原来对吧？得些靠大嘛。让我把路靠大的球。啱乜大咯？我叫我把路皮开过，我切，拖啦还可以嘛拖。飞起步啊，那个假皮路还。啊，婆你这打来了？对啊。我哋再加上我咯，幾時求唔出啊？佢哋會幫我邊咯。阿爺阿叔，副家庭的叫邊嘛？佢哋。這個佢副家就給佢阿叔副家庭家。副家就開就靠地家咯。我話啦，我話阿叔你話你太嗲，佢哋係咪啊？